咱就先三讲额头来祈祷。听阮的主，我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清早的时进入伫你的圣殿，朝见你的面，互阮会通对你的话语搁一遍来得到警醒，得到教示，也互阮会通透过安尼定心得到快乐，通有信心快乐跑走头前属灵的路站。主，阮恳求你嘛帮助阮，互阮伫社会伫世俗的生活的中间，犹佫会通分别家己做圣。伫你的面前，诚侪你的采用，尽一世人的路站来做主你的工，延光主你的性命，直到你调阮的时，来得到你所要互阮的赏。当阮搁一遍将这个讲段分别做成，愿主你牵起你微微萝卜的嘴唇，互讲甲听的，拢真正对你的话语得到激励。感恩祈祷，靠所给的性命，阿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真正欢喜有这个机会到伫树林教会，甲大家参加敬拜上帝。我会记得第一遍来到伫树林教会，是我读册的时阵，伫台北读册时，来访问陈慧兰牧师，安尼嗰件就是真久啊，安尼哦。所以这中间，安尼真难得的机会，伫教会公报社，伫今年咧安排文字时间报告的时，特别爱我来咱的教会来做报告。所以我咧想讲，咱要进入讲道的进程，咱大先来看一块真底的 DVD，互咱会通对教会公报社有较深的认识。总是伫要放 DVD 的进程，我大先爱来兄弟姊妹谢谢，因为若毋是咱正兄弟姊妹同心协力扶持这个机构，我相信公报社这个100年老店可能早就关门啊。所以伫这中间是靠咱兄弟姊妹对上帝所领受的使命，同心的经营、奉献、关心，才会通诚侪这个世代传福音真要紧的机构，真要紧的这个使命的单位。所以咱大先来看这段迄个 DVD， 咱大概有5分钟的时间，然后咱就后壁就拢。就是咱进入咱的讲道。这是教会公报社中间咧讲教会公报社目前所做的工作。我相信伫咱的周报内底嘛有业迄个更新，对无？这个更新嘛是诚做咱真要紧的工作。我19岁信主，今年75岁，已经54冬啊。以前我卖本节的时，我在前驶车出去外口咧做工，大位咧做，有工通做啦。我拢替人祈祷啦。我来写，我就是来路德，来伫写礼拜。我甲传落去，想讲我到即马也无车啦，宁可我来路德坐车。那我就看教会真济滴啊。我就甲牧师讲，我来分享单。牧师讲好啊，介好啊！牧师就安尼支持我，分了照即摆来伫咧就伫遮分火车顶有差不多接近3年。谢谢。
谢谢耶稣耶稣。更新甲一般的一个福音的刊物较无共款的所在，伊是伫本土所发生，每一个故事拢是一个见证，每一个见证拢是每一个人伊整个安怎去互上帝甲伊找到，将家己的一个故事甲伊记录落去。更新伫15年前透过着2位长老来奉献，开始来发行，一开始是每一期发行5000份，到伫2010年5月份的时阵，这个更新已经每一礼拜发行到15万份，这是一个非常好一个福音的宣传手册。公布社成立上主要目的就是望福音会当借着文字超越时间甲空间的限制，传到台湾每一个角落。因为阮相信有真侪台湾人到今仔日，因嘛无机会，因嘛毋捌去过教会，所以阮望通过文字会当将这个人带到伫教会内面，带到伫上帝国度内面，这是阮上大的期待。而且我嘛爱感谢咱过去120几年来台湾所有或者教会对公报社恁的关心、恁的带导甲奉献，会当支持公报社，互文字事工继续伫各所在来进行，互文字会当成做真重要的一个媒介。借着文字将福音传到台湾每一个所在，伫遮搁一遍甲大家说多谢。真多谢这陈工。伫咱拄则所看的底的 DVD 内底，看见只有介绍一项，就是更新，是咱今日周报每一个拢摕到的一份刊物。这个刊物咱两人对拄则看到，迄个老兄弟伫遐逐日将迄个诚侪福音传单分伫遐伫车顶的人的中间。我相信，迄个福音传单若无有人去做。迄个福音传单不过是仓库内面，伫迄个印刷厂内面的一堆纸。总是当有这个兄弟姊妹，咱的兄弟姊妹欢喜将这个信息传到伫众人的中间的时，伊就成做传福音的一个器具。所以咱会使去所读的圣经，伫这个中间咧，甲咱讲耶稣基督要上天的进前，甲军队伊的人，恁着去普天的传福音，招万百姓做我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实的名。我相信这段圣经真侪人拢会晓背，所以真侪人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大概拢会人想象讲：牧师一定是要搁呼召咱，搁呼吁咱，着要认真去传福音。所以安尼大概内容我拢知。我相信这内容当然不离基本，不过有一项伫这个中间，咱常常伫教会内面有做真正侪传福音的工作。我伫周报中间，我感觉真钦佩咱树林教会有5个团队伫暑假的中间，不知密集来到伫各所在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总是伫这中间，咱去思考一个问题：伫圣经内底甲咱讲，恁着去普天的传福音的时，真侪人兄弟姊妹在读这段圣经的时，
大概会通记到这个所在，就去普天的托录音，招万百姓做我学生。因为这是一个不止典型，嘛不止要紧的核心，咱的信仰的责任、信仰的迄个核心，也是对上耶稣基督、对耶稣基督所领受一个上界要紧的命令之一。另外第二个命令，咱拢知影，就是大诫命。所以伫这中间，咱常常会记咧头前一过，总是要安怎样传福音，要安怎传，得传什么？伫这中间，主耶稣基督进一步地教示咱，总是咱往往因为这个看见大使命，这个要紧的吩咐、要紧的命令，咱常常会记咧头前一句话，总是后壁主耶稣甲遐个军队伊个人讲，既然我所命令恁的，恁就教示因。后壁一字是啥物？守。中文叫做遵守。伫圣经内底，主耶稣甲这个军队伊个人，甲因讲一个真正要紧的事工的方向，一个真正要紧的责任，一个真正要紧的使命，总是无人会甲一个使命，常常只有用使命挂伫喙呢。讲啊，我要娶某，总是人甲伊做媒人的事拢无爱去看。讲我想要娶某，总是人做媒人的事拢无爱插人。伫这中间，迄个我想要创啥物，嘛会当诚侪咱的目标，敢毋是？总是若无付出行动，迄个目标永远无可能达到。所以主耶稣知人的软弱，伫这中间甲咱讲，恁着去普天的托录音，招万百姓来做学生。像是咱5个团队共款，伫暑假时拢出去，总是出去的内面，主耶稣教咱2个真正要紧的技术。嘛是咱的2支脚，传福音的2支脚。第一支脚是啥物？就是教育。因为我所命令你的，我所教示你的，你着教